风台天无平静哦，来看台中西屯区广和路一间铁厝工厂透早着火，佮加上风真透，火势烧甲真猛，佮炭烧到边仔的2栋铁厝。消防人员伫2点钟内控制火势，也毋过70岁姓郭头家是有逃出来，也毋过头家的牵手后生佮有孙仔拢未负逃，不幸过亡。 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着火烧，消防人员到场拍火，嘛出动破坏器材要赶紧救人。火势真猛，加上风台风透，造成火势炭烧，一个倒起来就真歹收煞。那造成这栋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烧起来，佮炭烧去后壁油槽仓库甲冷冻工厂。他们是整个工厂大火，然后烧过来，然后我们后面再一路烧过来。就那家做木材。 初二透早5点外，台中西屯广福路这搭做碰椅的工厂着火烧，消防局出动12个分队去拍火。迄当阵70岁姓郭头家是随走出来，全身躯有30拍的2刀烧烫伤。也若是同齐住伫咧工厂的家后、后生甲孙仔，拢掉伫咧内底。警消入去找人，确认3个人拢总罹难。辨识不出来，因为他已经有点碳化，而且大概只剩下骨架。伊本人佮因某。 个因囝，佮一个侄子，侄子佮因囝病大汉啦。李长讲，出租的家后最近中风行动无方便，后生甲孙仔为了照顾伊，才会大做伙，所发生悲剧。警消表示，内底因为可能真侪做碰椅的茶、人工皮甲涂料，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气体。所以它里面有一些是化学的那些涂料的部分，可能我们在抢救的时候，我们呢大概同仁。 会因为它这个状况，它是所以我们会比较小心一点，因为连着剂的部分，它烧起来可能就会更危险。市府表示，除了查清楚敢是违章工厂，环保局嘛出动空吸机监测烟流的方向，确认讲敢有毒的气体流出去，嘛发出空污警报，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。也若是火灾详细原因，也搁要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